讲到这以色列甲哈马斯战争是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。外交部评估了后，正式启动撤侨专机作业。专机20日会对泰拉维夫机场起飞，飞到意大利罗马国际机场。外交部也呼吁台湾的侨胞和台湾民众，要赶紧利用这专机来撤离。 近日，以巴紧张情势持续升高，外交部经综合评估，指示我国驻以色列代表处依据紧急应变计划因应措施，正式启动撤侨专机作业。专机定于10月20号中午从以色列台拉维夫机场起飞，同日下午抵达意大利罗马国际机场。鉴于当地情势变化快速，外交部呼吁我国在以色列的侨胞及国人利用专机尽速离境。 外交部表示，专机会互侨胞或者是台湾民众先使用，若准抑个空的位，会互对台湾有限的大使馆人员或者是侨民来使用。也呼吁讲，还未去登记的侨胞，就要赶紧去驻以色列代表处登记。对于初次发生战争以来，外交部已经协助175位台湾民众离境。